这位稳定来，甲咱身边兄弟姊妹讲，秋天到啊，注意温度。来甲伊讲，秋天到啊，注意温度。嘿，因早暗会较冷哦所以你要斟酌一下嘿。伫上帝听灵敏内底，咱会当三甲做伙伫个殿中来敬拜。咱同齐做伙为着过去一礼拜，上帝赐恩伫咱当中，咱感谢。个为着咱家己身体的健康平安来感谢。即使咱若是有想到咱的兄弟姊妹身体欠安的，请咱来为着因来祈祷来守望。个特别求上帝继续施恩引带咱。面对头前的路站，无论这个世界安怎变化，咱有一个心思意念：上帝你引带我，照顾祝福我的家庭。上帝你保守我，互我伫我工作的场所会通。来祝福我的同事来分享上帝你的疼痛。上帝，互我伫这个国家，为着这个国家尽心竭力，来通定定为着这个国家祈祷甲守望。我知影祈祷是上介大的力量，透过咱和上帝三甲同工，通过上帝的疼成就伫咱的身上。圣经应允，恳求就要得到，拍门就甲咱开门，所以咱。通过祈祷，上帝也要互咱会通甲伊三甲同工。咱就为这个同齐开声伫主的面前来祈祷，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圣哉，圣哉！至圣的主上帝，你的听甲阮同在，赏赐互阮经过的日子，满有上帝你平安的同在。今日，阮搁再一届来到伫上帝你的殿中，就亲像囝儿后生倒转来到伫爸上帝的家庭内底。主，阮感谢你，因为你用笑的面来帮助阮，你用能力、稳定、热看你的正义路。主，阮伫你的面前感谢你的疼痛、你的祝福、你的稳定。但阮也搁再一届为着阮家己会通活命受尊劳。主啊，我的活命受尊劳，是为着要来见证上帝你的疼痛、你的名。主，所以世界仰望你，继续伫世界的身上成就一切关系你名的荣光。主啊，佮互我的活命尊劳，是让人诚侪家庭的祝福，诚侪教会的祝福，诚侪服侍教会的，诚侪服侍家庭的，诚侪服侍这个城市，关心这个城市的祭司关心这个国家的祭司。我的主，我的上帝，互我会通真正照着你的应允祝福所讲，人若家己清气自洁，主你讲特别诚侪贵重。特别作为贵重的器皿，合乎主路用，主会通诚侪圣洁，互主路用，并且会通诚侪陪伴家己，会通诚侪上帝你的路用。主啊，所以世界甲家己交托你的手中，照你的应允所讲，是自洁，甲主你同行，会当作为圣洁的器具。互圣洁诚侪主你的路用。主啊，愿安乐圣教会每一位兄弟姊妹，愿拢是安尼诚侪上帝你欢喜圣洁路用的器具，通叫安乐圣教会互主你所路用。无论是伫对着社区的关心，或者是对着这养老中心的关心，主帮助阮每一届就是会通尽靠上帝你的气力，并且。因为圣灵的同工来引带阮，主互阮会通三甲做伙，真照主你祝福伫安乐圣教会这款核心的价值、稳定的价值，互阮诚侪一个听上帝、领受上帝的听，所以阮会晓回应上帝听的教会。主互阮通过祈祷的大能力，会通是祝福家己，也通是祝福你所赏赐阮的家庭、你的教会。并且伫这个城市、伫这个国家，诚侪一个守望大道的，通叫上帝你的心意，借着阮成就伫当中。你是主，是上帝，你的确要伫这一切的事上继续施恩、怜悯、帮助、引带阮。主，所以阮恳求你继续施恩、引带，互你的教会大有能力，诚侪福音的出口，诚侪圣洁阳光的教会。是上帝你所欢喜路用见证的教会，互阮见证主你的名。感谢主，你听阮的恳求祈祷，赐恩伫阮下面的时间，继续引带阮，圣神看顾保守，互
互上帝你的教会，伫你家己的阳光内底，继续伫这个世代，亲像灯台发出光来。同心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圣名，阿门。来请明传兄来报告，谢谢。兄弟平安，平安。消息报告：第一，今仔日扫维传道前往台中一心圣教会正道，请兄弟为牧者的事奉，第二，往返平安大道。第二，10月20至22，牧者同工将前往彰化参加总会牧者演习会，请为牧者的学习以及出入平安大道。第三，10月22礼拜三暗时8点祈祷会改做线顶进行，请兄弟留意，并鼓励兄弟一同上线，同心为教会祈祷守望。第四，11月初9礼拜日举办教会秋季半日游，地点是高雄大冈山一线天。当日下晡2点半伫教会集合出发，伫暗顿了后回程，费用每人400块，包括暗顿甲的保险，请至招待道报名缴费。第五，年度职事改选定伫11月23举行，请各小组伫10月26暗时11点59分进前提供各小组候选人名单，回报给扫维传道，以立制作候选人名单。第六，幸福教养师资培训课程。讲师是刘慈慧老师，地点时间是12月初6，甲到12月13，连续2个礼拜六，会早起8点半到下晡5点，地点伫台南浸信会。费用每一个人个人是1200块，夫妻合报是1300块。欢迎有志尽早报名。名额有限，报名连结公告伫教会消息群组。有补充报告。以上报告，敬拜阿乐，请敬拜团。谢谢大家平安。足欢喜，你知影？咱看一下教会周报的这个，咱的台语堂的兄弟足勇的哦，吼！咱突破85个，牧师讲一阵90个，我唔知，我都连起来85个。但是他当天很高兴，所以他用眼睛扫描说：“嚯，有没有90个哈？”忙蛋的，陆陆续续有人进上帝的门，阿门。那马甲线上的弟兄姐妹来请安，咱准备心。来献上水的祭，伊向地讲，咱将身体献上是理所当然的，咱唔通效法世界，着爱心意变换更新，好上帝所欢喜。咱请起立来上赞上帝。我听见你听放的声，因为我可你，我在通行的路，因为我心仰望你，我要奉献感谢。也要求过你。
表现我心声。我要对你的圣所举手恳求，你有听见我的声？愿我祈祷那样摆在你面前，真多欢喜的事，予我听见你听梦的声，因为我可你，予我在通行的路，因为我心仰望你，我要奉献感谢的心，要求得你的名，时常平常来祈祷，对你表现我心声。我要对你的圣所举手恳求，你有听见我的声？愿我祈祷那样摆在你面前，真多你欢喜的事。我要对你的圣所举手恳求，你有听见我的声？愿我祈祷那样摆在你面前，真多你欢喜的事。咱一时来祈祷，是咱的祈祷，哪样伫主的面前？哈利路亚。先来祝我哈们利路亚，来祈上祷，哈利路帝亚，到安三到主啊，感谢丰你，保守。哈利路亚，啦啦啦啦啦啦，耶稣耶稣，圣灵，我呼求你，亲爱圣灵，亲爱天父上帝，亲爱耶稣，你拢听见了，三位一体上帝，都一真的上帝，要听见阮的祈祷。就是用你的慈爱来永远显明，暂时你阿耳听阮的祈祷，将阮心所顾念的，拢交代伫你的手心中。阮专心伫这时刻，单单来注视着你笑面，帮助阮的上帝，单单来仰望你的慈爱，单单来观看你的作为。哈利路亚，啦啦。因为我可你，我可你，予我在通行的路，因为我心仰望你，我要献感谢的心，也要求个你的名，叫个主的名，时常平常来祈祷，对你表现我心声。我要对你的圣所举手恳求，你有听见我的声？愿我祈祷那样摆在你面前，真多你欢喜的事。愿我祈祷，愿我祈祷那样摆在你面前，真多你欢喜的
亚，主，感谢你，向阮的祈祷，靠着主来到你的面前，到天父上帝面前，阮有快乐来领受，因为阮人生，阮伫信主的过程内面，就是要来定迄个观念，教主三角亲近的所在，因为上帝讲，你的话安尼讲，着爱进窄门，迄路是矮的，入去的人也少。就是主，我要真拍拼，努力讨你的欢喜。你教我心内面知影有平安，因为我对你行，的确是行到天父遐入去。咱做伙努力三更来行来登上帝的高岭。阿门。咱来给咱装备站好，预备开始。明星看天，相爱相向，要伊就是光辉光亮。我心爱我，领导我俩，留住在我的根环家，洋洋花月，平安快乐，这爱后光，大地天空，光辉光亮，相爱相向，万主掌我的高环家，你我双手，呀呀呀意，我无灰心，也无丧气，万主主心，你这观念，我应可注定高环家，荣耀花园，平安快乐，主爱红光，大地天空，光辉光亮，心安心祥，万主掌我的高环家，万难两地，救主身边，就会拖地，魔鬼斗志，压力敲破，一路花香，我会可注定高环家，洋洋花月，平安快乐，主爱红光，大地天空，光辉光亮，相安相向，万主掌我的高环家，每天光亮，如汤雨季，甘心努力，不通放弃，荣耀归主，哈利路亚，我已可注定的环家，荣耀花园，平安快乐，主爱红光，大地天空，光辉光亮，相安相向，万主掌我的高环家。咱伫顶观念的时阵，或许有一个中间的休息站，有一个过程，为着咱要互咱更较有好的装备，有好的体力。休息是为了走更高的路，更长远的路。咱常常伫主面前努力奔跑的时，咱也爱将咱的心常常能够平静落来，去思考咱的方向、咱的目标有歪错去无？主啊，带我行你的路，我唔通绕高去，唔通偏离了这个路径。求神继续的帮助我们，求神继续帮助我们。第3、第4节来。我那条地救主身边，就会拖地，魔鬼斗志，我的秋波，你都幻想，我被可注定高环家，荣耀花园，平安快乐，主爱
杯凯，荣耀欢喜，平安快乐，主爱丰华，那的天国，光辉光亮，圣安圣下，万众掌华领导万家，荣耀欢喜，平安快乐，主爱丰华，那的天国，光辉光亮，圣安圣下，万众掌华领导万家。哈利路亚！这个大家兄弟姊妹做伙，你们到上帝国的内面，有咱的名字，有咱的份。哈利路亚！感谢上帝。到要伫伊面前，无我带，就是爱互伊带。咱要由主带咱，请求大伯者。请求大伯者。我今需要主的名，恳求他到快乐草地，有条红我心。亲爱的主耶稣，你是阮的牧者，天父上帝，你讲你是做阮牧者，带阮到青草坡，互阮会通啉伫溪水边。
为你家己的名里引带阮行义的路。主，我要感谢你所赏赐阮一切丰盛的恩典。到今你拢帮助阮，你是以便以谢的上帝。主，所以阮感谢伫主你的面前，主照你的话所讲，就是到伫阮年老的日子，你犹原甲阮抱伫你的胸前，就亲像母亲抱着伊食年的婴仔共款。主，你永远会记得阮。阮感谢上帝你丰盛的听痛，又搁照着阮信仰前辈因的恳求，因的祈祷。主啊，求你毋通互阮伫中年的时阵气势，就互阮伫地面上徛起的日子，会通因着你所赏赐互阮的恩典，成就产业，见证伫人的面前讲。耶和华为阮所行是何等大的代志！阿门。主，阮所以感谢你的听痛。主又搁讲，少年人用啥物通洁净伊的行为呢？是爱遵行你的话语。又搁对着细囝讲，来，互细囝到我的面前来，因为伫上帝国才是安尼的人。主啊，互阮顺着单纯的心，较无你的灵。主，阮着紧紧牵调你，甲你同行。主，对着阮少年，一直到阮中年的奋斗，老年黄金的岁月，无论伫什么所在，互阮无论做什么款的代志，做什么款的事奉，主，阮拢是诚诚实实对心内底来做。毋是为人做，是为主来做。主，愿感谢你的听痛，愿荣光归乎你，愿你的能力、权柄、恩典听痛，施恩伫每一位兄弟姊妹的身上，互阮诚侪上帝大有能力的儿女，同心恳求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同心来上达新的改名，请你着真心、真性、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尽头。我用新的改名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阿免，请坐。继续，咱来交读契约文第42篇，我来契兄弟用，好的时阵咱做伙。对耶稣的本。必发出一条，对伊的今生的基要结果子，耶和华灵要点伫伊的身上，就是互伊有智慧甲聪明的灵，魔力甲能力的灵，知识甲敬畏耶和华的灵。伊必掠敬畏耶和华做乐，惊审判无凭眼见，断是非也无凭耳孔听。却要用公义审判丧向人，掠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的人，用口中的怪击打世界，用嘴内面的气杀戮恶人。公义要做伊的腰带，信实要做伊协的带。豺狼必甲绵羊羔通徛起，白甲山羊羔同困。少壮狮甲牛犊并飞出同群，囡仔要牵因，牛必甲熊同食，牛仔囝要甲细只熊同倒。狮要食草，亲像牛共款。食年的囡仔要佚佗伫灰蛇的洞口。长龄的婴仔要按手伫毒蛇迄顶。伫我圣山的片处，这一切拢无伤人，无害物。
因为人肉摇坏地色，要充满遍地，亲像水充满洋海一般。阿门。那没时间，请廖牧师讲道。请咱三个做伙掀开周报第4面。咱同心来上读今仔日的经文。同心做伙来上读，请。耶稣出了圣殿，才得行的时阵，门徒进前来，甲殿宇指互伊看。耶稣对因讲：“恁毋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甲恁讲，将来伫遮里无一块石头留伫石头顶，无受拆毁的。”耶稣伫橄榄山顶坐咧，门徒暗暗来讲，请甲阮讲，什么时阵有这个代志？你降临甲世界落尾，有啥物有调呢？耶稣回答讲：恁爱谨慎，免得有人迷惑恁，因为将来有真侪人冒我的名讲，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真侪人。恁也爱听见烧钱甲烧钱的风声，总是毋通惊吓，因为这个代志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未到。恁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侪所在要有饥荒、地动，这拢是灾难的起头。迄时人要甲恁陷伫患难内，也要杀害恁。恁也要为我的名受万民恨恶，迄时要有真侪人跋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搁有真侪假先知起来，迷惑侪人。是因为不法的代志增加，真侪人的痛心才渐渐冷淡了。只有忍耐到底，必然得救。搁再一届，咱同齐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三甲同心伫你的面前，圣灵啊，恳求，假是传讲人的喙齿，假是传讲的人心思意念，你的灵亲自来假是，通互传讲的甲聆听的，同齐来领受上帝你恩典的话语，叫阮照你所讲的。听道行伫其中，就伫所行的路上，必然得到上帝你的祝福。原来这是活命的道路，毋是叫阮大富大贵，是叫阮得到活命，享受上帝国的活命。互阮伫这个混乱的世代，因为有主的道，阮的人生脚步就行得稳当。阮同心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有诶时阵，咱若听人讲，咱就会当避免一寡无必要的伤害。古早人讲无听老人的话，吃亏就伫眼前，所以。即句话不一定伫今仔日确实是对但是呢，伫古早的时阵，伫迄款资讯非常无发达的时代内底，听别人的建议，因为伊捌行过迄个路，对着咱来讲的时阵，咱会当避免真侪的艰难困苦。
伫这款画面内底配为把那个游标过来，嘿，好，谢谢。好，伫这当中呢，咱会通看见上帝透过大声甲咱讲的代志，咱会当做一寡准备。即款的准备会当帮助咱避免真济无必要的看虑甲烦恼。所以主耶稣伫这当中，今仔日咱所看的这段经文内底，讲到落尾的世代会发生真济代志，并且这个世代当然比以前搁较近、搁较紧。所以伫这当中，咱大声来思考末世的兆头。是安怎会讲到的这个末世的兆头呢？虽然伫这个时代内底咱感觉真济代志改成愈来愈好，愈来愈好。确实某一部分来讲是安尼，但是咱是毋是有可能敢若看到一个角落，了后咱忽略其他整个世界的大画面？直到咱用到一个成就了后，咱伫当中看袂到其他的失败，这是咱爱斟酌的。圣经伫遮讲，耶稣基督因含这学生同齐做伙去圣殿，无真清楚来表明因去做啥物会，但是听后因对圣殿出来的时阵，门徒就行进前来。才咧行的时阵，门徒就进前来，甲殿宇来指互因看。这段经文内底是讲到因一向前咧行，耶稣基督行对头前，但是伫这当中呢，学生呢，伫遐呢行对头前的，特别搁滑倒转来，或者是行伫后壁走来甲伊的头前。伊毋是讲偶然同齐行做伙，毋是。是伫头前的滑倒过来，还是对后壁跃起来，了甲主耶稣基督讲啥物代志？伊就主耶稣第一时阵门徒进前来，就甲圣殿来甲伊指互伊看。咱看这当中这是圣殿迄阵的时阵这顶悬这拢真正是黄金搁包银的哦，这真正是黄金搁包银咱检查会感觉讲这可能敢若镀金的，毋是，伊就是金的。咱台南原来有即个代志，台南基美基美博物馆顶悬你看迄天赛我讲，迄毋是镀金的迄是正港用金甲包起来迄个啥物邵敏姐邵敏姐因哥哥或者聪明技术聪明技术有一工我甲伊讲迄镀金安尼，毋伊会讲，伊甲讲无输，迄毋是镀金的呢。迄工程捌招标过呢，迄是真正用金原本是要规只拢用金甲踩伫遐，但是尾来是干那规个拢金伫遐伤过软，所以尾来着用金甲包起来。是安怎要用安尼包？因为你若是用白铁用啥货，拢会生銎，到尾来下骹面迄白光就会怎变做生銎蜡解，所以呢，到尾手着用金甲包起来，所以是正钢金所以。我着甲聪明仔讲安尼我半暝毋着开直升机来甲伊学伊讲你学会去啦第一你爱有技师，第二遐个保全系统所以你学会去啦。所以你看讲咱敢若建筑即款物件，咱着用纯金甲伊包起来，何况是咧建造敬拜上帝即个圣殿。所以这是拢用金亲自甲伊用起来的所在。那么是。照着古早的时阵这是以色列人因受掠去到巴比伦，了后佫倒转来的时阵，因所去的即个所在。你也看讲这是以色列院，这是敢若以色列人才会当入来到即个所在。这周围即个所在这就是外邦人的院伊这围着即个所在其实你也看即块砖这这外邦人院。就讲毋是犹太人敢若会当行到即个墙啦。你有读过一个这啥将中间两段中间隔断的墙。其实你看这隔断的墙，其实无几块砖3、4块砖的悬尔，但是就是敢若一个银安尼就是安怎？就是敢若一点点尔，外邦人就是袂当过来。外邦人若是对这当中过来到遮，以色列人是会当甲因拍。
所以伫即当中，你也看讲这了后这是要爬去顶悬的14层的大街俘虏以色列人俘虏到遮，但这就是伫外院了后会当这到遮但是以色列人会入到遮这就是入去圣所甲至圣所伫要到上内底的时阵这个大祭司会当伫迄个所在来献祭。这是伊伫当中所起起来这个模型伫过去的时候你这看过较会清楚。这其实细细的墙这就是这个中间隔断的墙这规个看。那么呢，这是至圣所内底，这有这个啥香坛献祭的时阵，那么遮伫这当中呢，这入去，这个布里亚后壁就是至圣所，就大祭司一年才入去一届耶稣基督顶十字架的时阵。布里亚毋是对顶悬立开布里亚是对着布里亚毋是对下骹立起哩圣经讲是布里亚是对啥？对顶悬拆做两半，所以是上帝甲拆破的，毋是讲工位你扭即边无输扭即边，咱两个人两边走，毋是是上帝对顶悬。圣经讲圣殿内底的布里亚对顶悬到下骹安怎完全立开。所以人甲上帝安怎？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咱就无搁再借着大祭司到上帝面前，是靠着啥？耶稣基督的保护，坦然无惊进到至圣所来上帝祈祷。所以呢，这是圣殿内底，这呢是彩色图这是伫当中因所起起来的模型非常的水伫以色列地这个所在，也搁会通看到。那么这个圣殿其实伊是真有历史的。第二圣殿是对西元前537年犹太人开始重新起造的，一直到主前515年拢共起了22年。所以呢，伫这当中呢，因伫遐起这个圣殿一直起，了后搁来到大希律的时阵主前20年的时阵，大希律开始搁为着这个代志搁扩建，起予搁较大搁较水。所以呢，犹太人真无爱希律王，但是呢，因为伊家起圣殿，所以对希律王安怎又爱又恨所以这是一个真大的矛盾。讲明就是讲这是阮无爱这个以东人来统治阮，希律是以东人，以东就是这个啥物人以撒毋是以撒，雅各的哥哥。以扫啦，以扫啦，以扫，所以就是伊伫啥但是这个啥以东就是这个红豆汤这个就是以扫其实一直扣引雅各，因为伊安怎用红豆汤甲伊骗伊大囝的名分嘛，所以犹太人这个以东人扣引以色列人。那么以色列人伫当中原来无介意以东人，但是买手的时阵犹太人受了倒转来，带伫即块土地的时阵，到尾罗马皇帝用以东人希律来统治即个耶路撒冷，所以呢，犹太人足受气的。但是呢，以东人即个希律王，伊个为着要讨好犹太人，所以伊就起这个圣殿，家起互伊好势，用安尼望讲因会当较欢喜一下。亲爱兄弟姊妹，咱看见伊这经历46年了后，伫迄个所在，家起了非常的水。所以其实第二圣殿、第一圣殿就是所罗门所起的迄个殿，迄个圣殿做第一圣殿。那么这是第二圣殿，就是所罗巴伯以及在由受了去到迄个所在倒转来的人。了，因同齐起的这个圣殿也非常的水。总是呢，伫这当中，你也看讲一个圣殿爱起20几年才起较好，并款顶悬佫用真侪金甲伊鑲咧，甲伊框起来，所以非常的壮观，非常的雄伟伟大。所以学生呢，伫这当中就挖过头，还是甲伊进前来甲伊讲，主耶稣，你甲伊看。这礼拜堂起甲遮水，但是咱斟酌看耶稣基督安那，耶稣基督改成不卖账，你知无？看唔上目啦。圣经讲啥？
耶稣就对因讲：恁敢毋是看到这个殿宇吗？总是我甲恁讲，将来伫遮呢，无一块石头留伫另外一块石头顶悬，无受拆毁的。耶稣基督对因讲一个代志，讲后盖安怎？这个水水的礼拜堂，这个水水的礼拜堂会完全拢拆掉。这个礼拜堂，你通家看，这是一块一块石头哦，安尼家鑲起来，家起起来。犹太人起这个礼拜堂的时候，这石头是安怎？毋是用堆出来哦。第一就是家切落一角一角。咱今仔日哦，大概你若是去耶路撒冷的时阵，你阁看到西墙啊，西边迄个墙啊，也是阁称做靠墙。哦，迄是乐悬啊，比咱礼拜堂阁较悬。了后时阵哦，伫遐是唯一留落来一块，伫迄个所在咧见证历史的。但是主耶稣伫迄个所在甲因讲啊，讲因安尼感觉讲哦，这尔啊，遮尔啊大。迄是到罗马手的时阵，提多将军到主后70年的时阵，提多将军来到伫这个所在，因为犹太人搁再一届要来反背罗马政府，要家己独立，结果所以呢，皇帝就派提多将军来镇压。了，因为犹太人真意爱，将着黄金藏伫石头旁内底，所以提多将军下令，甲全部的石头一块甲掀开，一块甲掀开，互伊迄石头旁内底黄金拢总拆出来。到伫上罗马手的时阵啊，尾啊提到将军村的迄面墙啊，就甲伊讲啊，退掉好啊，找无黄金啊。原来黄金就是敢若伫迄个上顶悬迄个所在安尼尔。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主耶稣甲因讲啥货？是安怎主耶稣伫即当中无顾惜即个礼拜堂呢？主耶稣甲伊讲，将来无一块石头留伫另外一块石头顶悬，是无受拆毁的。咱需要斟酌一项代志，水水佮宏伟的礼拜堂，需要用心灵佮真理内面的敬拜来相匹配。咱斟酌思考一项代志，人咧敬拜上帝的时阵，耶稣基督来到世间，伫约翰福音的时阵，伊也是安尼讲。主耶稣基督讲一个代志。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迄个拜拜是要用啥？心灵、甲诚实。诚实迄个字又搁翻译做真理。那呢是啥物哦？这真理呢？迄个真理又搁翻译做规矩，就是爱照上帝规矩来敬拜。咱斟酌看是安怎？耶稣基督对着这个礼拜堂到尾手的时阵。摕落来，遮尔大的一个讲，无有一块石头会踏伫另外一块石头。咱同齐做伙来读这段的经文，请。设使你甲恁的子孙转转去，无跟对我，无守我指示恁的诫命律例，去侍奉敬拜别个神，我就要将以色列人对我赐予因的地上剪除。并且我为家己名所分别为圣的殿，也要舍弃无顾，互以色列人伫万民中做笑谈、受讥笑。所以咱要斟酌注意到无？第一圣殿所罗门的圣殿到罗马手受毁害，原因是啥物货？就是第6节所讲的子孙。屈去无军队主，所以呢，佮再来的时阵，咱佮看预备请。这个殿虽然真悬，将来经过的人要惊吓起笑，讲耶和华为何这个地甲这个殿安尼行呢？人要回答讲，是因这地人离弃带因列祖出埃及的地，耶和华因的上帝。去亲近别个神，侍奉伊、敬拜伊，所以耶和华或这一切灾祸临到因。亲爱兄弟，耶稣基督并无因为这个礼拜堂遐尔啊水，看到唔甘。耶稣基督更较看的是，咱是毋是有遵行上帝的律例典章？当咱伫早起时，咱谈拄则所读，
新的诫命，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听主你的上帝。第二个也三亲像，就是听厝边亲像家己。咱会通三甲做伙，咱感谢主上帝的恩典。每一届我看到咱伫主棚咖啡迄个所在，彼此分享，我就感谢主。每一届国语堂聚会煞，伫咱礼拜堂内底，就正一群、遐一群、正一群、遐一群，同齐做伙咧祈祷，互相伫主的面前恳求。我拢为着这来感谢主，因为上帝听通伫其中，咱会通因为主所疼惜咱的，咱会晓彼此相疼。我也看到咱的兄弟姊妹，安尼排班来载咱无方便的姊妹，同齐做伙来做礼拜。对我来讲，这拢是一个真大的恩典、荣光甲见证。上帝赏赐予咱的教会，诚侪一个听的教会，服侍人的教会。为愿主施恩帮助咱，互咱会晓遵行上帝的话语，咱会通继续来侍奉敬拜咱的主上帝。即使咱若是伫上帝的听内底，持守圣洁甲上帝三甲同行，安尼所有一切曾经的美好，拢会受保存甲纪念。只有安尼，遐个圣殿才会得到真正的保守。今仔日，你甲我，咱就是上帝的圣殿。圣经讲，咱是活活的石头，互相相贴，同齐透过咱的服侍，透过咱彼此相疼的连结，受建造，成做一个属灵的灵宫，来奉献予上帝。通过咱的彼此相疼、互相服侍，咱伫咧见证上帝，咱是一个活活圣灵所徛起的圣殿。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持守伫圣洁当中，甲上帝三甲同行，通互上帝欢喜成就伫咱的身上。迄时学生甲伊问讲，将来无一块石头留伫石头顶，无受拆毁，安尼因着伫迄个所在甲伊问，安尼有啥物款的掉头呢？耶稣基督伫迄个时阵，伊就甲因讲，所以对着第4节，耶稣回答讲：恁着爱谨慎，免得有人迷惑恁。因是咧问甲伊讲，有啥物款的掉头？耶稣甲因讲，毋是掉头。耶稣甲因讲，毋是掉头，重点是啥？爱谨慎，无得入了迷惑。所以对着第5节开始，就讲了一大堆的代志。这代志讲啥？了讲到第6节到第8节的时阵讲，这个拢总是灾难的起头尔。所以耶稣基督甲因讲的代志是啥？讲恁爱谨慎，免得有人迷惑恁。咱若是一个代志等真久，咱就会开始感觉犹豫，对无？即使我若甲你讲中间咱等下聚会煞，9点半咱做伙来食饭，食早顿早午餐。即使嘛10点啦，10点煞的时候，咱做伙来食早午餐。好了的时阵你也看了我就讲好。结果我讲好的时阵中间遐伫咧门口遐等我。等我的时阵我甲伊讲中间遐你等我一下。结果等了10点10分，等到10点20，等到10点半，敲电话拢找无牧师。结果的时阵奇怪，牧师毋是讲10点要做伙去食早午餐嘛？安尼10点半拢总无看到人。你想中间遐敢爱搁等？莫讲等10分，莫讲等半点钟啦，可能等10分钟、15分就安那。我若等无人，我就讲好啊，我已经等15分啊呢。个人敲电话也敲无人，安尼我就安怎会走会离开嘛？是安怎？因为咱时间若等久，咱会啥？会开始产生一个疑问、犹豫，到底这个代志是有也无？所以咱会有这款情景。亲爱兄弟，耶稣基督甲咱讲，恁爱等爱谨慎，因为你等久的时阵，
就开始会摇伊。自耶稣基督讲伊要降临的时阵，学生其实迄时阵因就咧等耶稣基督赶紧倒转来，结果毋对呢，10年、20年经过，拢还袂倒来，所以怎？赶紧写圣经，将上帝的话将耶稣基督伫地面上所做的代志，赶紧甲伊写落来，紧传承一代搁一代。咱等过，咱迄阵的时阵你会记哩YK2 2000年的时阵，迄阵1998、1999的时阵，全世界拢拢讲耶稣要转来，2000年一定转来，有无？大家人拢开始拼命安尼进来热心传福音啦，赶紧啊！结果2000年过啊，即摆已经2025年啊，结果还袂转来。你会安怎？可能耶稣可能搁足久才会转来啊！亲爱兄弟，咱千万毋通安尼想啊！所以讲，咱想讲足久才会转来，无要紧安尼，我先安尼喘一下气咧，无放松一下，安尼放纵一下，无要紧。亲爱兄弟这其实是一个陷阱啊，陷阱，你知无？安怎讲这陷阱啊？耶稣无来，我敢会去？会啊，我会去啊！啥物时阵会去？70岁、80岁？毋是诶，咱顶个月诶时阵，3个离开咱，上届济岁才60岁尔呢。若要照安尼讲诶时阵，其实我已经死去2年啊！你敢听？所以咱得爱真斟酌注意这个代志。所以耶稣基督讲啥？恁爱谨慎，免得有人迷惑恁。原来时间悠长的时阵，人的信心会开始摇拽。但是主耶稣基督讲，恁爱大声谨慎，谨慎是上界重要的一样代志。了安怎？谨慎是为着毋通入去，互人甲咱牵孤落红，毋通咱伫当中受欺骗。安怎会受欺骗呢？比如主耶稣讲迄个时阵有真侪人会冒我的名来，讲我有这基督，并且要迷惑真侪人。基督教福音宣教会了你个 Christian Gospel Mission 又个称作摄理教，咩对摄理教。耶稣新生教会 Jesus Morning Star 所以简称感谢这 JMS。那我是韩国人陈明熙伫1980年所创立，又个称为啥摄理教，遍布全球，用大学生做主。但是呢，陈明熙牵涉到性侵犯罪问题，已经受基督教甲国际媒体认定是假影宗教以及邪教组织。这个人或者陈明或者陈明熙啦陈明熙了后时阵，伊的韩国名或者全民C，所以呢，伊讲伊做Jesus Morning Star， 所以伊讲伊就是耶稣基督安怎转世。这个话我哪有人会相信呢？我后届我嘛来甲伊号做陈明熙，安尼好无？你听我意思吗？但是伊有无？伊伫台湾原来有台北进前的时阵有几个女学生就是原来受到这款问题，所以去告，有告成。你伫网络顶面会当找到这个纪录片，所以你会当看，就是人会安怎假影耶稣基督名来到伫这个世间，这是其中的一种。搁一个这你也看讲这个你也看到这个飘头真水这敢无为着祝圣基督徒的有无？甲基督教有咩完全熟悉？但是呢，这有这东方闪电教，这就是闪电这是基督，这是啥？耶稣基督起名称。伊讲这当中有真侪教会，北部的教会有拄到这个代志。了有一天的时阵差不多正个月前，嘉义圣教会，我来打电话给我，讲牧师阮有东方闪电的已经来到阮遮呢。所以台南原来真可能安怎，真紧会有来。因会安怎样呢？因为透过来教会做新朋友。做新朋友的时阵，咱会真该欢迎。因为咱毋知影，咱教会拢会欢迎人嘛，对无爱来的时阵，伊就会聚会。聚会了的时阵，伊真积极
伊就也讲淑英姐，我看你我因为我来恁教会无啥熟悉，无咱中昼做伙食一下饭咧，你会当甲我介绍一下恁教会无？咱就去就甲伊介绍，我就安尼表现了非常热心了后讲无淑英姐，我敢会当加你的来？我想我若有一寡信仰的问题，我当甲你请问一下呢，我就甲你加来，加来了安怎？就开始了后伊来教会，只要一般统计的时阵只要3个月到4个月，伊就开始甲你讲，讲我咧讲，迄廖牧师讲道无甲偌好，伊迄讲安怎讲迄啥物东方闪电无好，人东方闪电嘛足好，廖牧师拢定定叫咱爱受苦，爱彼此相疼，爱求上帝甲咱同在引带咱。其实上帝已经有赏赐咱真侪聪明智慧，咱嘛无一定爱靠上帝，对，咱就会当因为领受智慧你这话听起来有足好无？所以你话迄我来讲，即马信徒拢总是祭司，所以无一定爱去做礼拜，咱只要伫厝内底甲上帝交配就好。若无咱爱找到迄款真正会当安怎，互咱的灵性安尼介强迄款呢？你也牧师也无啥物灵性你还没做伙所以我甲你讲，咱有另外一间教会伊就开始甲咱带，了后带去教会，一点一点甲人对着真理当中引带往着异端去。那么伫这当中伊的步数就是安尼伊伫这当中就开始甲你加做朋友，邀请你加入东方闪电的社团，开始甲你洗脑。了，甲你对着真理的教会，甲伊带出去，甲你，伊毋是真正的基督徒，伊假啊咧超找教会，但是到伫上落尾的时阵，就是要甲咱带出去。即到伫落尾处，你会当看见东方闪电就是安尼，并且伊做的伊做的网站甲基督教真相像，非常的相像。你也讲啥物人咧见证上帝中文的圣经网站？我了后佫有一个追逐亲青这个网站看起来拢甲基督徒完全相像，但是呢，东方闪电伊是一个真大的问题我伫中国的时阵有一寡这个朋友，我有实际上甲伊问过这个代志，伊讲牧师咱先暂且莫讲伊对甲毋对啦，但是敢若讲一样代志伊就是甲咱讲基督已经降临并且这个东方闪电的基督毋是一个查甫，是一个女性女基督。了后，这个女基督伊就伫当中散布这个消息，讲基督已经降临人爱将财宝积聚伫天顶，所以变卖恁兜所有的一切，摕来奉献互教会。了后的时阵爱供养这个女基督，因为基督将来，这个女基督将来会掌权。上帝的国已经交代伫个身上，后界既然是供养这个女基督的，后界安怎？一定会伫上帝的国坐正边坐倒边就对啊。所以当因伫当中我伫中国对着东北，搁伫即个江西，还搁有即个云南的时阵，拢听过相同款的见证伫当中咧讲，因为有人信了东方闪电，了买手的时阵，发现讲即个甲正统的基督教是无相像的，要退出。因为已经因叫一直奉献钱嘛，甚至到落尾手的时候，叫因甲因兜的即个田园厝客拢卖掉，摕来奉献互教会。强迫伊讲，恁若无安尼做的时阵那么你的确头前所做的一切拢总无效并且你袂当将着这个代志甲恁兜的人讲。当一个任何倒一个教会关系奉献的代志，若甲你讲，你毋好甲恁兜的人讲，我来讲，迄间教会绝对有问题。我搁再讲一届，任何倒一间教会，若甲你讲，你的奉献毋好互恁兜的人知，我来讲，这间教会绝对有问题。耶稣基督爱咱奉献，是偷偷约约对厝内底偷摕钱出来奉献吗？毋是绝对是安怎光明正大的奉献嘛。伊敢搁有甲你讲你去教会毋通互恁兜的人知。圣经甲咱讲啥？恁着信主耶稣，你甲恁一家拢需要上帝的拯救。哪有可能讲我去教会无阮厝人的人知？我知影有的时阵有一寡困毒，有一寡迫害，所以迄是咱暂时无互厝内底的人知。但是东方闪电伊是安怎？一开始头甲你教，
就是你唔通互恁兜的人知，啊，你也爱摕钱来教会奉献，迄就是完全的路拢总无共款尔。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爱非常斟酌这个代志。圣经讲啊，主耶稣讲啥？有人会迷惑咱，所以伫宗教上内底有这无伊的名，并且会迷惑真侪人。佮再来咱来看战争这个代志，这是2003年甲2024年内底的这个战争统计表。我今仔日无各位看时间的原因，我会家放伫咱的教会群组，你会当去看。伫即当中呢，对2003年一直到2024年的战争内底，我去甲伊查的是喏，顶悬内底有非常的侪战争，到呾抑阁是啥？进行中，就是抑阁咧继续咧战争。有诶已经战10-20年啊，但是怎抑阁咧战。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有战争的风声，佮再来就是遥告饥荒。主耶稣讲，迄个时阵会有饥荒的代志来发生。你啊看这个饥荒的代志咱看这当中这是较正常，就是讲基本上袂去夭掉。这是有的时阵你加减一两顿会无通可能一礼拜有一两顿无通好食着。这是适当的饥荒。严重的饥荒就是这是伫当中就是讲这个百分比率，安尼这是严重的饥荒。100人内底有20个人无通好食着，了比率真悬。若是这大伫50%，这就是非常令人烦恼的饥荒。安尼咱来看，伫这当中你也看讲这是非洲，这是这是南美洲，这是非洲，这是中国这个所在。中国咱台湾伫这边边遮你也看讲这青色的甲这灰色的基本上拢无啥问题。但是这款的棕黄色的这款的，这就非常的大或者是疾病的遮。总是你斟酌来看的时阵这个国家内底安怎？每100人内底有36个人是食袂饱的，等等。这是啥？马达加斯加，这是查德，这是也门，这是索马利亚，了还有南苏丹。因遮的所在是安怎严重的饥荒严重的饥荒。根据世界联合国因的表示内底，这几年内底非洲饥荒的人当中，每5个人有1个人就安怎是食这一顿，唔知影下一顿伫倒位的。这是全联合国所统计的数字。2021年的时阵，大概有8.28亿的人，因是活伫饥荒内底的。2022年内底大概是7.35亿，2023年的时阵是7.13亿，7.33亿左右。那么伫当中有一个真大的原因是安怎？经济欠缺，无通好负担健康的膳食。咱台湾较少这个问题，但是这是世界性的问题饥荒的人口来讲，非洲继续安怎一直起哩，冲悬起哩。20%，那么非洲呢维持8.1%。非洲的部分拢伫倒位？伫印度这方面，甲中东这方面。所以咱感觉中东其实是应该真好嘅所在对无？但是实际上，中东因为战争的缘故，所以无得种植抗安的缘故无得种植。毋是逐个中东国家拢有真济石油，毋是。所以呢，因伫当中差不多活即款。活伫这个饥荒内底，所以并且列丁美洲、南美洲迄个所在，饥荒的情形愈来愈恶化。到伫2025年的时阵虽然全球饥荒的人要个人口降落到8.2，但是嘛是抑阁有偌济6.73亿，也伫活伫饥荒的状态，并且伫这当中是非洲个上界严重的所在。亲爱兄弟。到2024年的时阵这是10月2024年10月16，伫当中有一个统计这个会统计饥荒的这个会或者乐施会啦伊伫当中来报告一个代志，全球因为战争冲突来甲严重，互这个饥荒的问题愈来愈严重。地球每一天会几个人因为饥荒来枵死？21000个人，每一天
每一天21000个人枵死，毋是无够粮食。咱世界毋是欠缺粮食，世界是啥物话？粮食分配无够，所以饥荒的问题、战争的问题，是毋是敢若表面上的问题？可能咱来个斟酌一下。了后，咱搁看主耶稣基督讲有地动，那地动有非常的济。这是对着当中1980年到1990年到200020012020，咱斟酌来看，改成这个频率来讲这是发生的次数，这是发生到伫这个加上盖悬的时阵这是差不多1995年左右加1995年这发生地动发生180几届。了2010年的时阵发生差不多要到190届190届要到210摆所以地动的频率无明显真悬，但是咱看无明显真悬了后伊佫降落来无明显真悬，但是咱斟酌看另外这个图，1990年的时阵到2024年，全球规模7以上的地动，你斟酌来看的是。到2010年的时候，这是超过7级以上的是24。伫进前这个所在1990年开始差不多上届这时阵就维持到7级以上的，过来是18加17。但是你斟酌来注意看过这条线对2010年了后的时阵，有无？这种18、17 3届嘛，3年内底安尼。但是咱斟酌来看。过伫2010年了后的时阵，7级以上的这是20届，这是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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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届。所以伫遮咧看这个地动图的时阵是啥？7级以上的地动是啥？愈来愈济啊，愈少，愈济。耶稣基督讲地动会安怎？愈来愈济。伊发生的频率无啥物改变，真正常。但是伊发生的严重度呢，愈来愈严重。你讲这也无啥，亲爱兄弟，咱爱会记哩一样代志。即马起的大楼是啥？愈来愈悬。当伊大楼倒去的时阵，伤害是愈来愈严重。发生的频率超过7级以上的。是愈来愈济。咱看地动图的时阵是安尼来看的。主要所讲，恁看到这个烧钱的风声等等这，你唔免惊吓，请注意，唔通惊吓。牧师甲你讲，这唔是要互你惊吓，我只是甲你讲，这兆头伊会出现。什么是惊？你的内心受搅动了呢？安怎？真不安。圣经讲这代志是必须要有的。什么这必须要有的？必须要有的，就是讲为着要达成某一种结果，所以这个代志一定爱有。我为着要读国中嘛，所以我安怎？我为着要读大学，所以我先爱读国中甲高中嘛。当然我会当跳级啦，但是平常基本上来讲啥，伊就是安尼过嘛。咱咧兄水，敢有可能对10度怎变100度？无嘛，一定爱20、30、40一直起嚟了，到100度嘛。所以是为着要达成这个结果，所以迄个过程一定爱显现出来。所以圣经讲，这个代志会有，会安怎？因为某一种情形，所以咱产生决心。所以这或者啥，必须要有的，必须要有的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讲，因为上帝一定会成就基督所讲的话，所以地动、战争、饥荒一定是会有的，但是咱注意斟酌来看这样代志咱先跳去到伫这个第10节这个第12节，第12节讲，因为不法的代志增加，所以安怎人的疼心就渐渐减少。亲爱兄弟，咱注意斟酌，有一寡人冒耶稣基督的名来。有烧钱的风声，民攻打民，国攻打国，有饥荒，有地动。伫这当中，
除了地动以外，所有物件拢是啥物会造成的？人的心造成的，对无？除了地动以外，这无基督的名，烧钱的风声，饥荒、地动，无地动无以外，剩的拢是啥？人的心所造成的。所以耶稣基督讲啥？因为不法的代志增加，所以真侪人的疼心就愈来愈减少。今仔日是安怎会无耶稣基督的名来？就是爱人供养啊！中国大陆阁有一个叫做释永信，是少林寺的主持。人了少林寺是有股票上市的少林寺哦。了人释永信哦，开的车哦，毋是一台两台，听讲12台咧，互伊换。佫毋是阮即个Toyota的呢，是迄个跑车。亲爱的兄弟姊妹，伫即当中宗教，伫即当中国战争，伫即当中饥荒。我去缅甸的宣教的时阵啊，缅甸的百姓生活真艰苦。了我甲伊讲，迄阵啊地动啥物货的时阵吼，敢毋是全世界物资拢入来，甲恁斗相共？伊讲有入来。咱台湾圣教会古早伫华人圣教会内底服侍一个做陈一群牧师，单一群牧师。了后时阵，伊甲我讲有啊，物件有入来，就是中华基督教救助协会夏中坚牧师因迄个所在的物件原来有入来。但是伫倒？伫港口。若要去摕遐物件出来的时阵，你安怎呢？毋若是爱付遐钱哦，遐物件的钱。比如讲，遐物件是1000万，你爱付1000万，了后佫交港口税。若无呢，物件就扣留伫港口。若3个月你无去领出来，遐物件就变做军政府的，安尼有厉害无？所以毋是无物件，是啥？是互一寡人的私心安怎霸占掉咧。所以人因为不法的代志增加，咱听到这个代志，咱敢会去想要救济？咱的心就愈来愈冷。所以这代志的发生，毋是上帝故意甲伊造成的，听我的意思无？是通过这代志，上帝咧甲咱讲，这代志一直愈来愈安尼的时阵，上帝敢爱伸手来处理这个世界？伊若无处理这个世界，伊敢是一个公义的上帝？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咱的确爱真注意斟酌，毋是上帝对这个世界无仁慈，是上帝咧宽容这个世界，互这个世界阁有反悔的机会。但是如果咱若无反悔，将其落尾，咱就会真正进入到伫灾难当中，陷落伫祸患内底。咱来读这段话，请来。上帝温存苦难进入咱的生命，会当讲是为着淬炼咱，教导咱怎样拿来拿活可以。所以对大环境内底有这款的问题，但是伫咱个人当中呢，嘛有这款的问题。第90节讲，迄时你会看到这样代志，宗教的迫害会临到咱当中。中国当局呢，对这个月内底逮捕涉案教会创办人金明日牧师，伊是四川人，以及这个会友有30多名，还有其他的这个传道者。那么，伫上海的涉案教会有这个牧师互掠去；北京的涉案教会有一寡牧师互掠去，互bắt去，还有其他的这个教区也伫这当中互掠去。这个代志我伫中国的当中有证实，这是一个事实的代志。并且在这当中呢，真侪这牧师信徒厝内底手机电脑、银行卡拢互炸走去。了后，在这当中
所受了，会可能会用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来起诉。上面咱伫台湾有真好的信用，信用环境是非常的友善。但是最近嘛有一寡较无友善，有一寡人会对着基督徒产生一寡想法。最近的时阵，咱教会有一位妈妈甲我讲：“牧师啊，阮囝甲我讲一个代志，迄个囡仔自细汉就来礼拜堂，参加主日学嘛真用心、真认真。但是到伫国中、高中的时阵，进前几工的时阵哦，伊妈妈甲我讲，牧师，阮囝甲我讲一句话呢，讲妈妈，你甲牧师哦，拢伤过迷信呢啊！你袂感觉听到即款话足艰苦心的吗？有一天，阮真月心也甲我讲哦，爸爸，你伤过迷信呢啊！哦，安尼我无足艰苦，所以咱会看到吼，在这当中开始有即款的问题。那么，佫一个佫较大的画面是奈及利亚，伊对着这当中艰难的困苦。2022年的时阵，400个基督徒受害，200个人受绑去。了2023年圣诞节，奈及利亚的基督徒遭受攻击，超过200个人死亡。你看，遮乌一个坑有无？遮全部的人参加葬礼，即因遮甲人吼安怎放落来一个坑坎这个所在。这是伫奈及利亚的所在。2024年，奈及利亚基督徒的砖头受攻击，100几栋的厝受烧的。因的厝足简单烧啦，因为拢用草，迄落啥稻草砍的尔，放一把火吼，就风若佫透较大的吼，一时就烧了了。基督徒受大量死亡，含4岁囡仔怎，就无受撇免。了，非洲有一个统计。到2025年6月30，萨哈列以南的地区有10几个伊斯兰的极端武装组织，就是回教徒。过去一年内底，对到2024年6月初1，一直到2025年6月30，这回教徒因为宗教信仰的缘故，伫遐杀害22307个基督徒，大部分是基督徒，就是为着宗教的缘故呢。佫有一个伫香港的所在所设立的一个基督教机构，这个机构做拍开的门。牧师伫1994年的时阵开始去中国服侍的时阵，就是这个机构带我入去的。了，因呢非常关心这个世界基督徒受迫害，所以因伫全世界有设立研究中心，有派特别的记者伫迄个所在，关心上面牧养教会，上面统计当地教会。所以呢，伫这当中，因每一年列出这50个上界受迫害的国家。那么呢，伫这个资料拢是规年的啦吼，就是讲基督规年全球内底。伫去年一年内底基督徒受了有4744个，因为信仰受杀害有4476个。基督教会甲基督徒受的产业礼拜堂还是厝房攻击的有7600几宗。了，因为信仰受攻击的厝还是这个因兜还是开店面的有2万几件的这个事件。了，因为暴力攻击致到基督徒流离失所的有1600几万人。所以伫这当中，全球高度受迫害的基督徒大概有3亿8千万人。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目。伫这当中这是一个牧师出来呼吁，请会当关心伫非洲南部这受迫害的基督徒。
圣经讲，主耶稣讲，恁会真侪人彼此厌恶。伫这个世代内底，咱会当得上帝保守、看顾甲平安，是咱感谢主的所在。但是有一样代志，咱的确爱起来，为了这受苦的基督徒祈祷。圣经讲，忍耐到底必然得救。忍耐这个字真有意思，伊伫希腊文编号是5278号，伊是持守，伊无退后，伊无逃走去。持守是讲伫不幸甲苦难试炼当中，持守一个人，坚守一个人对基督的信心。这一点我想，咱可能较无问题。今仔日咱拢坐伫遮，咱同坐伫遮侍奉敬拜上帝。但是有一个代志，可能下面这个代志，咱爱较斟酌。持守忍耐这个字，另外一个意思是非常勇敢来承受，伫病痛当中接受治疗，亲像化疗，这咱会当忍耐，这无问题。意料之外的苦难，这都有淡薄仔困难，亲像忽然间，咱厝内面的人拍无去，这会真做一个苦难。但是第三点，我感觉上界大的是咱现此时台湾的教会拄到的挑战，伫安逸当中，咱是毋是持守对上帝自律的生活？这是咱爱斟酌的。苦难倚靠上帝较无问题，但是当咱逐项拢非常的富足，凊彩无吼，咱现此时活伫这个世间，今仔日吼10月19，早啊9:58分，53分、54分，咱现此时活伫遮，咱着比3.8亿人搁较幸福。咱敢听有意思？咱是非常的幸福。总是咱伫遮尔济幸福，上帝尊留咱的活命的时阵，咱注意斟酌。咱搁倒转来看圣经。当主耶稣面对这代志的时阵，伊讲：上帝啊，你看，主耶稣你甲看，阮有啥？有上水的礼拜堂。耶稣甲伊讲啥？繁华荣光到一个地步，就是啥？人若无保守家己的心，就是啥？就是败坏的开始。毋通掠做有礼拜堂，大大的礼拜堂，就是上界大的问题。上帝讲，遵守我的律例典章，佫较是我喜爱的。这是第一点。第二，咱会晓看会晓施舍。总是毋好惊吓，但是上帝尊留咱的活命，是要互咱坚持到底的信心，互咱伫这个世代举起圣洁的手，为人来祈祷，为人来守望。咱这是三甲做伙徛起来，咱同齐来祈祷。亲爱兄弟，何须邀请你，当心为着这个苦难的世代。特别是奈及利亚这个所在，咱来为因祈祷。你知影，有另外一个国家也真需要咱祈祷。全世界受迫害上界大的国家，基督徒受迫害上界大的国家，就是咱亚洲，就是北韩。北韩的基督徒只要是掠到你是基督徒，马上就是关起来。了后，若较严重的，恁兜若藏有圣经的。真有可能就会死刑，毋是干那一个人死刑，是规家口啊，拢会受死刑，有可能。就是看当时的审判官安怎判。但是你若是书从圣经，你就是绝对有刑法的，毋是干那你，可能全家拢会牵涉到，因为恁兜的人无去甲你检举讲你有圣经，所以规家口拢会受影响。亲爱兄弟。伫咱今仔日信仰环境一个非常自由的时刻，珍惜上帝予咱的时间，人见证上帝，分享上帝的听堂。咱三甲做伙开声来祈祷，咱为着北韩，为着奈及利亚祈祷，也为着咱家己持守
伫幸福当中、繁华当中，持守对上帝圣洁的活命。开声来祈祷，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阮的上帝，阮伫你面前来祈祷，为着阮会通伫这个世代，甲主你相同行来恳求。你是主，是阮的上帝。主啊，唯愿你成就一切美好伫阮的身上，透过上帝你极大权能的作为，保守阮、引带阮，互阮倚靠主伫一切事上大有能力，对主你来行。主啊，当这个世代变做遮尔奇怪，阮无因为活伫一个幸福的所在。阮就忽略了，阮个真济只机体，因则为着你的名，则为着阮咧受苦楚。主啊，阮恳求你纪念奈吉利亚这兄弟姊妹，纪念北韩这兄弟姊妹。上帝啊，你的疼，你的能力，甲背来保守。主啊，阮看见因信仰，因伫迄个所在坚定心志来倚靠你的时阵。主来提醒阮，伫一个繁华的环境来生活，伫一个真正富裕的环境咧生活的时阵，互阮毋是追求家己的丰盛。主，你存留阮的活命，是为着要成，互阮真侪守望的人，真侪伫祈祷当中甲主三角同工，透过祈祷来征战、来得胜的圣道。主，阮所仰望你，继续施恩、怜悯、帮赞、照顾你家己的教会，互你的教会，互你的正义路，互安乐圣教会每一位兄弟姊妹起来，勇敢起来，甲主你相同行，互上帝你的心意全然成就伫阮的当中，叫教会会当伫这个时代内底，伫富裕的内底持守怎样坚固。倚靠主耶稣，亲像主耶稣伫克西马尼园对阮所讲的，互阮甲你同齐警醒片时，为了这个苦难的世代，阮愿意自己脱离卑贱的代志，互阮甲主你三角伫克西马尼园，为着世间人来祈祷，也保守阮家己活伫主你的真理内底，恳求主继续赐恩。伫你正义路的身上，伫阮的身上，互阮甲主同心同行，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兄弟请坐。毋知有新来兄弟无？是无？咱即时三角做伙，用感恩的心同齐来奉献。伫每一届奉献内底，就是回应主伫咱身上的疼痛，叫咱伫主的面前讲：是我的主，我的上帝。我奉献你所赏赐予我得货财的力量，也将对主所得的用感恩献伫主你的面前。奉献时间，甲主你三角做伙，为着正圣道祈祷，为着列国来守望。亲爱兄弟。你知影，你的祈祷会改变真济代志。过去的时阵，通过战争伫当中，以色列一直望会当甲人质对着加沙迄个所在带倒转来。但是通过祈祷，一届搁一届祈祷，上帝兴起传播伫当中，促进了双方达成协议。无搁再见证，亲爱兄弟，你的祈祷会撼动这个世界。当咱愿意举起手来祈祷，奉献时间来祈祷，所以何牧师诚心甲你邀请。这礼拜三有线顶的祈祷，每一个礼拜伫咱教会会伫这个所在，礼拜三永暗8点。有祈祷会，拜二有祈祷会，拜四伫社区有祈祷会，互咱更较参与伫祈祷当中，甲主警醒骗曲，为着苦难的世代，甲主同齐警醒。咱三个做起立，同齐来奉献。我听见你。疼痛的声，
因为我可你，予我在通行的路，因为我心仰望你，我要奉献感谢的祭，也要求告你的名，时常敬诚来祈祷，对你表明我心声。我要对你的圣所野手恳求，你有听见我的声？愿我祈祷那香摆在你面前，正做你欢喜的祭。我要对你的圣所野手恳求，你有听见我的声？愿我祈祷那香摆在你面前，正做你欢喜的祭。全能的主上帝，的确会纪念你手中一切的美善，佮借着你的奉献，用感恩的心所献的一切，要成做芳芳的祭，得摇花上帝的悦纳。又佮因为伊看见你心中的纯正，伊就要照着伊的公义正直引带你的脚步，互你手所做的成做祝福正人的，佮互你的心思意念伫圣灵的引带内面。纯正正直公义，互甲你接触的人，每一个人对你得到祝福。愿主保守你的心怀意念，引带你的道路，继续伫前面的路站赐稳伫你，互你得到天顶同样属灵的福气、地上的丰盛，故你靠主大有能力，勇敢见证上帝的疼痛，互你身边的人因为你来得到救恩。就是基督所赏赐予你的，伊也有缘得到。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阿门，阿门。请坐。今日咱第一堂礼拜就到这，上帝赐福大家平安。